俄羅斯考察船被困南極口冰超過1個受到影響，會唔會打擊日後喺當地嘅科研工作呢？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新一年喺度祝大家新年進步。對喺南極被口冰困住超過1個禮拜嘅俄羅斯考察船嚟講，新年願望係咪早日脫險呢？咁艘船呢載住52個嘅考察隊嘅隊員同埋遊客，另外仲有22個船員㗎。船長話咧，而家等緊天氣好轉，可以等中國嘅雪龍號上面嘅直升機飛過去，接啲乘客離開。有專家就話咧，考察船上邊咧係有足夠嘅糧食㗎，情況就唔算危急，相信最終可以順利救出所有人。俄羅斯考察船紹卡利斯基院士號上嘅澳洲考察隊以歌聲迎接新嘅一年。佢哋又清理出一個區域，等到天氣一好轉，就俾中國雪龍號嘅直升機降落，接走52個考察隊員同遊客。紹卡利斯基院士號係喺舊年11月底載住一共74人，由新西蘭出發去到南極，原定今個月底返航。喺丹尼森角完成考察之後，聖誕前夕遭遇暴風雪，船身被厚達3米嘅浮冰擠壓，面積最大嘅浮冰更加超過好幾個足球場。中國具破冰能力嘅極地考察船雪龍號、法國嘅星盤號、澳洲破冰船南極光號先後到場救援，但都未能夠成功。考察船船長最終向雪龍號發出正式嘅請求，希望雪龍號派直升機分批接走乘客，而佢同船員就會繼續留守。有多次到極地探險經驗嘅李洛斯話，考察船被浮冰圍困嘅情況普遍，根本實救得到嘅。而家嗰個科技，而家嗰個交通已經係全部救得到，佢仲開心添，多一個 expedition。佢而家所處嘅位置呢，應該係大約係南緯係64至66度咁上下，喺個羅斯海嗰度。咁而羅斯海域嗰度呢係最多冰嘅，因為嗰度嗰個冰蓋嗰度呢，同埋嗰個冰川嗰啲呢，會一路路褪落嚟嘅。咁最緊要呢就唔好遇到冰崩。因為喺個冰架嗰度冰崩嘅時間，一落海嘅時間呢，係會引起好巨型嘅即係浮動嚇，咁所以而家係穩定嘅。佢又話一般都會用直升機救援，亦都有專家話，由於紹卡利斯基院士號冇升降嘅設施，直升機降落浮冰面嘅時候，對浮冰會有一定嘅壓力。而乘客又要離開考察船喺冰面上面步行到直升機嗰度，咁過程亦都存在危險。被困嘅考察隊係嚟自澳洲㗎，佢哋此行係有特別嘅意義㗎噃。係冇錯，就係紀念澳洲嘅著名探險家莫森遠征南極100年嘅。咁同時亦都研究咧喺呢100年嘅前後，南極喺全球暖化嘅影響之下，起咗啲乜嘢變化。澳洲科學考察隊今次遠征南極洲，為嘅係重塑一整個世紀之前澳洲著名探險家莫森到南極考察嘅旅程。1912年嘅夏天，莫森同2個朋友踏上征途，但不幸喺12月，莫森其中一個朋友連同大部分嘅物資同埋糧食跌落冰川裂隙，葬身極地。剩低2個人決定回程，莫森另一個朋友亦都喺途中病逝。作為征途上最後一個生還者，莫森1913年初帶住搜集到嘅數據返大本營，會合其他工作人員。呢一啲數據改寫咗後世對極地嘅認知。澳洲科研人員希望透過今次嘅考察，研究100年前後南極喺全球暖化影響下嘅各種變化。The location we're at is notorious for high winds. Mawson actually labelled this area the home of a blizzard. It's in the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as the windiest place in the world. 有分析認為，全球暖化令到南極氣候多變，科學考察船遇到口冰擠壓嘅機會相信越嚟越多。但礙於破冰船嘅成本高，相信唔會用嚟取代抗冰客船作為科研用途。如果每一艘去南北極嘅船隻都係破冰船嘅話，第一破冰船嘅成本好高啦。如果你話係
最高嘅級別嘅話，其實佢個馬力，即係佢所需要嘅引擎嚇，甚至乎可能係一個核動力嘅咁樣。咁唔可能每一艘都係咁樣嘅水平嘅。如果係咁嘅一個經濟上根本係負擔唔到，都唔可以話今次呢個考察船係唔合適嘅。佢只係一個意外嚟嘅啫。我哋總唔可能因為一兩次意外嚇，或者意外嘅數字上升嚇，而去將呢啲船隻佢哋嘅技術嘅條件去不斷咁樣上升嘅。不過為旅程錦上添花嘅係澳洲科研人員喺丹尼深角揾到莫森當年探險嘅大本營。人類探索大自然嘅勇氣未有因為南極嘅極端天氣而停止喎。咁到底南極有啲乜嘢吸引力呢？咁有專家就話啦，作為一個唔涉及主權、冇常住居民，亦都冇受到污染嘅地方，咁南極咧係值得各國投放資源合力研究嘅。長年被冰層覆蓋嘅南極交通不便，天氣亦都變幻莫測，但係一直係唔少國家進行科學研究嘅地方。中國亦都積極參與，設有3個科研基地，分別係長城、中山同埋崑崙站，正係興建第4個基地泰山站。當局又投放咗超過3億元人民幣，針對南極嘅特殊環境多次改造雪龍號，以先進嘅科技解決船隻喺極地面對嘅局限。有豐富極地探險經驗嘅李洛斯話：中國喺極地考察發展非常之快，係對下一代負責任嘅表現。嗱，因為南極係一個好特殊嘅地方，佢係冇原本嘅污染，冇製造廢料，所以佢嗰笪地方咧可以講係一個純嘅地方。二氧化碳排多咗啦，令到嗰個溫室氣體啦，咁佢嗰度嘅嗰個氣候個變化令到佢嘅冰雪溶解，亦都係嗰度嘅一個迴響嚟嘅。迴響就需要所謂地球科學家或者地球醫生去睇，我哋喺嗰度攞翻啲冰呢，就會知道嗰個氣候嘅變化點樣樣，一層一層係睇得好清楚。我哋亦都係喺嗰度呢研究嗰個海洋生物，總之喺嗰度呢係天地海都係要研究。亦都有分析指南極有一啲資源值得研究。南極洲係未開發嘅好重要嘅淡水資源。其次呢，就係亦都係因為佢好寒旱嘅天氣啦，嚇既乾旱亦都係好寒冷。咁所以南極洲佢喺外星進入地球嘅隕石呢，佢係保存得比較好嘅。無論資源有幾豐富，所有嘅科學研究都係屬於全世界，因為包括中國等10幾個國家喺1959年訂立南極條約，禁止各國喺南極擅自開發礦產資源、進行軍事活動同埋喺當地提出主權要求等。對於越嚟越多人去南極呢個被視為神秘嘅地方旅遊，李洛斯認為現時已經超出南極嘅負荷，所以國際規定咗唔超過某個旅客數目嘅船先可以上岸。除咗中國同澳洲之外啦，美國一艘重量級嘅破冰船北極星號咧已經穿越咗赤道，駛去事發嘅海域，仍然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到到。由於呢一艘船咧係能夠破6米厚嘅浮冰，相信有助俄羅斯考察船擺脱困境。